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你这个美好的主日，互阮伫这个你的圣会，伫你的宝座，伫你的殿院来敬拜你。主阮知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气，愿阮珍惜伫你面前敬拜你，迎至你的面，看见上帝荣光的机会甲这个福气。阮看见世界侪所在，因为受疫情的影响，袂当到圣殿，袂当到礼拜堂敬拜。主啊，阮来珍惜这个恩典、这个福气、这个祝福。伫你的恩典中间，互阮看见你的话诚侪，阮的快乐。若是伫阮的生活上，特别是阮信仰天国的道路，有较大快乐，通荣耀你的名，通赢过一切歹的关系的攻击。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对进前即礼拜开始，咱的教会就叫咱对春天开始，新年的开始，咱就一个慢慢进入一个有制度性的即个教会的祭期，就是进行咱的门徒训练的操练。咱若是招人来信耶稣，来认捌主，咱就是要操练以前做一个有快乐、勇壮的门徒，而且佫会晓通带人归主，让对付家己生命的难处，这款勇壮的基督徒。所以咱有大声伫顶礼拜下拜五拜六举行这个全人敬信营，或者是初信的兄弟知影讲，到底家己成做基督徒了后，所要对付的是甚物？然后咱对这礼拜就开始有这个门徒训练，对基础的信仰开始，也咱包括对这已经做干部的，这已经受过初步训练的兄弟，搁一边来学习安怎引带人认捌主，引带人甲上帝建立关系。其中咱因为这幸福小组的事工，另外一个单位来训练，所以咱就对这个第5课就开始啊。第5课一个开始呢，就有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啦，就是讲咱的这个小组长，也是咱这个教会小组的干部，你若拄着会友，又拄着犯着鬼的，拄着侪的攻击的，你要安怎处理？所以意思是以前咱若看到这款教会特殊的兄弟有拄着这款的现象，咱拢敢若为找牧师啦吼。但即马咱已经把所有这操练拢进行到伫所有的小组长甲幸福小组的内底今仔日咱所看2大经节，咱小等来做一个复习啦吼。就是讲，咱伫这个门徒训练中间，是安会举办一个全人敬信营咱伫一礼拜外前来举行吼，就是这个全人敬信营，1月22到23。迄暗因为较侪人来复习，所以有60几个来参加。第2天就正式的课程，就是咱有20位兄弟做伙学习安怎对付家己旧的生命吼。伫这个中间，就是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就是门徒训练，基本上毋是学习知识啦，毋是讲我加捌偌济吼，当然这是基本的。也是讲我知识上认捌上帝，我圣经加认捌过，迄基本的无毋对，是安怎看家己的生命有甚物款需要对付的。所以呢，生命的对付甲全人敬信诚侪，咱的这个全人敬信营上重要的一个处理的问题甲目标。当咱拄则有看这2大经文，就是咱这个处理中间一个重要的焦点啦吼，这个焦点就是咱的主题经节必定前书5章80到90讲，要谨慎警醒，因为恁会对敌魔鬼亲像得口会使四过行，得找通吞吃的人。这个彼得前书真清楚，甲迄个魔鬼的势力
该譬如做咱伫即个社会上，也是讲这世界上，感觉迄个师的迄个威名，啊，甲凶恶来做比拼。伊讲是四过在行呢，毋是讲秘伫洞内呢，是四过行。啊，咱拢会通看见足多的遮的迄个野生动物的影片吼。迄狮吼秘伫咧树仔后，啊无伫咧石头边，啊等迄个鹿啊，也是羊啊经过，啊点挖到你身躯边，常常冲出去吼。有诶鹿啊，也是遮的野兽袂赴走，遮的迄个羚羊袂救走，就互伊对颔棍怎加落去，规只就倒去啊！啊，然后伊就开始发声，所有遐个伊的狮群吼拢挖来，一只迄个羚羊吼啊，无偌久就粉身碎骨去啊！啊，这彼得用即款的话咧，甲咱提醒，讲咱的即个拄着的灾害啊，拄着的艰难是安尼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中间，咱通看见伊安尼甲咱讲，着坚定的信心来抵抗伊，坚定的信心。啊，你表示讲，咱毋是知识多咧，吼，知识多就知是坚定的信心。啊，伊讲世间正请伫周围拢会拄着即款共款的即个经历啦。雅各书在甲咱提醒讲，那什么款的人才会当面对着即款的攻击？伊讲，上帝使咱的恩典更较大，因为安尼圣经有讲，上帝敌对骄傲的人。骄傲就是家己认为家己拢有法的啊，家己非常的自信。迄个野生动物吼，会互遐个狮吼，也是遐个白驾驶是。伊足自信，讲我遮足安稳的，无人啦，啊无人，啊无其他的动物会危害我，啊轻敌啊就发生代志。伊讲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施恩予谦卑的人。所以恁着顺服上帝，即句话真要紧。一个人会当抵挡魔鬼的搅扰，甲条件就是伊会晓顺服上帝，就亲像。上帝是一个保护伞，把你保护掉咧，互你免拄着魔鬼的灾难。所以咱对咱咧讲着门徒的训练，毋是先教你一大堆知识上课，但这是基本，但是要紧的是生命的对付，啊，这是咱精神营重要的目标。那到底精神营是咧学习啥货啦？吼，咱伫进前咧介绍的时阵，拢鼓励兄弟讲：你可能是几啊十档的基督徒，毋过你毋捌拄着即款的操练，可能你家己还佫陷伫迄个内底无清楚。你若当来经历一个暗时，甲一日的课程，你会知影讲哦，原来我就是一个即款的人，我要安怎对付这个歹的即个情境啊，所以。牧师拢有陆续伫礼拜中甲咱介绍这方面的课题，互咱遮个无机会来参加精神营一个整体的人，伊有来了解讲，这个对你的需要。我会记得伫进前，咱伫迄个洗礼时，牧师就先介绍着其中的一项，其中的一项就是承认咱家己是。天父上帝所听的囝子，你有先确认你这个身份，你才知影讲你要面对啥货。就好像讲我是一个什么身份，我是一个角色，我就知影我要做啥货。所以咱已经清楚，咱称呼阿爸我的爸，是确认我是天父上帝所听的儿女。然后咱伫这个精神营内底咧学习什么呢？学习讲我人生的出路是什么啦？人活伫这个世间，要是罪性的世界，罪性的肉体会拄着什么款的困境，就是认捌罪人的真相，反映的行为，罪人会做什么款的做代志，伊会引起什么款的行为、甲作为，啊，甲伊的这个心思意念拢伫遐，然后罪人的结局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拢是这个第二个课程在学习的部分。意思是，
我虽然知影我是阿爸爸的囝，但是我还阁是罪人，伫即个罪世界，我要安怎面对即款的挑战？伊会拄着什么款的结局？我就安怎处理？第三是今日咱要分享的重点，咱爱大声有迄个靠圣神的开力来攻破黑暗的关系。黑暗的关系，就是你看袂到的嘛。即个黑暗的世界、撒旦的关系，甲对生命影响，咱也无了解，就好亲像咱一只羊伫咧青草埔顶悬食草，食啊欢喜啊，毋知影迄个狮伫边仔已经虎视眈眈，已经看你足久啊。上准你的颔棍准备要甲你加落去，咱还阁毋知影。所以这个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爱拄有的课。咱常常可能捌听过有印象，但是毋捌完整。那假使你会当参加专人经训啊，你就知影讲原来我有遐尼多的征战要对付啦。对付这个黑暗的世界，知影家己的不足了后，咱毋是靠家己我知啊，好像学一个知识，课程写好啊，出业啊，无啦，是爱靠领受圣神的更新，领受圣神的同在，意思是讲领受上帝的能力伫我身上，我才会让借着圣神的充满来得到医治甲祝福。这是四部曲啦，全人更新年有四部曲。承认我是上帝的囝，第二罪人会对落，我爱世字。第三，魔鬼的关系非常会强攻，亲像好势。我若无世字，行了诚做魔鬼吞吃的物。第四，我毋是靠家己，我会靠圣神来换身，我会将领受圣神的祝福。兄弟姊妹，因为安尼，我感觉讲，咱基督徒若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咱新年要到啊，咱定咧讲换身正直的心是什么意思？我要全人更新是什么意思？是更新就是去旧嘛，甲你旧的迄个我彻底来甲伊洗除。所以呢，咱若基督徒无去理解到这点，你只不过是一个知识上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不管你是你细汉出世，就是父母带你来教会，还是旧年才洗礼，咱来甲想，基督徒所以甲一般的人，咱自称无相像，敢是你读的册比人较多吗？你食的饭比人较多吗？还是你社会的经验甲知识比人较多？这拢是大人拢有的啊，甚至比咱较好的足多啊，排头前的啊。咱有世界的这个部分，但是基督徒所以会当超越的是，咱有看见迄个属灵的部分，迄个看袂到的部分，咱有清楚要安怎对付，咱才通对遐去超越掉一般人的生命的战处。基督徒生命精简的战处啦，咱才有属世的世界，有属世的部分。耶稣甲咱讲一句话，讲着知我找恁出去，亲像送羊入去豺狼的中间，所以就亲像蛇遐尼灵巧，亲像粉鸟遐尼顺良。意思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毋是一个安尼生病的世界吼，逐项拢安尼舒适，拢无代志啦。耶稣讲吼，咱入去这个世界，就是亲像羊入去豺狼的中间。你甲想讲，四围拢是安尼咬甲流喙烂的豺狼要食你呢？你讲安尼，讲小兔子进入丛林拢毋知影好歹哇！所以讲，伊就叫咱都爱亲像蛇遐尼灵巧。咱看去蛇吼，伊安尼一尾长长吼，迄个身躯足光骨啦，所以吼，任何的空间伊都软会过。水伊嘛会晓游呢，树嘛会晓爬呢，一空遐细空，伊都有法度通软过呢。食扁吼，迄个身躯较大颗的，迄个鸟鼠也好啦，是兔也好，伊规喙甲你压落去。但是伊讲都爱即个顺良亲像粉鸟，意思是咱无迄种高洁的心，
无迄个害人的心，咱对人心存怜悯，这是咱伫世界处理耶稣予咱的教示。啊，这个部分咱都要定下操练，定下操练。可能咱有失败，搁爬起来。咱做生意有看见侪人讲你干我巧，啊，咱伫社会定定拄着诈骗者，电话拍来，前2日我就接到一通电话，讲我这是电信局，你的电话单吼已经足久无交啊，赶紧移交吼，啊来处理。我讲啊，你毋着敲对教会来，阮教会逐个月拢照银行咧扣钱，你讲叫我落来答，啊你随时就知影伊是去诈骗。啊，若假使是逐个月咧纳钱的人，你随时就去影响到。所以灵巧亲像蛇，顺良亲像粉鸟，咱讲像钱啊吼，啊，即个新翻译真迄个白话啦，粉鸟。但是小妹，你有熟悉的智慧无？啊，若无，你想讲吼，我出去社会哦，安尼像只钱啊，随时拢食了去啊，你会晓变巧，会晓应对。但是基督徒搁较要紧的，除了即个世间的即个应对的知识以外，要紧的即项属灵的部分啦。属灵的部分就是即个有主所予咱迄个智慧甲开力。即个智慧甲开力就是，亲像以弗所书6章12节，咱所面对的，即个看袂到的世界，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咧交战哦，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即个黑暗世代宇宙的统领者、权力的掌权的咧交战。哇！咱若想着讲，即款的交战，咱根本就杀无咧。黑暗的世界，你哪杀有咧？当你知影讲，哦，原来是即款的影响，你就知影通基督徒爱救君主，像圣经的话、圣神的充满遐尼重要。你若毋知，啊，都戆戆，互人拖去行都毋知影咧。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第4度的空间的向度。咱知影，咱一个现在即世界生活的，拢叫3度空间啦，吼，立体的空间，3度空间。但是第4度的空间，就是迄看袂到的世界，迄个属灵的世界。迄个属灵世界就是心思意念，这是咱基督徒生活中间大战场呢。毋过咱基督徒常常甲疏忽去，无要无紧，因为你想讲，哎哟，这个部分哦，看袂到，敢真正有影？你拢甲伊放啊，看做无要紧啦。也毋过正讲咧影响咱一生的命运的，就是这你的心思意念。因这是魔鬼上容易攻击的所在，咱的心思意念。啊，咱拢想讲，啊，我安怎想，安怎做，都这个自然的发生的，哪有可能讲安怎咧甲它影响？事实影响就影响伫遮。兄弟姊妹，什么叫做心思意念？你若看到遮个清单，你就知影讲，哦，原来遮个代志拢甲这有关系啦。咱的心思意念就是我的老的意识，老我的意识，迄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讲迄个坚固，迄内底迄个固执的迄个念头，咱讲执念迄款的物件，咱常常伫生活中会看见什么？有骄傲，有自怜，有自卑，有公义，有欺骗，有恐慌，有猥琐，也是讲惊吓、嫉妒，这拢伫咱生活中交替咧出现。啊！你想讲啊，人的情绪拢嘛安尼，对毋对？吼，人会拄着好事歹事嘛，快乐的事、艰苦的事嘛，你甲当做啊，反正就人生就是安尼。无想讲这拢是黑暗的世界的影响你。你若要处理，你的人生才正讲幸福，因为你已经有法度人掌握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咱这传真经信仰是要报咱一条路，学习啦。学习安怎看见家己的心，安怎来顺服上帝。像拄则咱看的圣经节，就是谦卑顺服上帝。你才会发现讲啊，原来我一生足侪代志拢加冤枉的。我亲像对空气咧拍拳，拍到安尼添带带，啊，毋过拢无啥效。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的家庭也好，你的学业也好，
有真侪部分拢是枉费时间的应付，你无法当对遐脱出来。所以只有谦卑顺服，即款的心，才会当抵挡魔鬼的亏力。心思意念就是袂互伊影响就对啦，吼。就亲像《箴言》这段经文真出名。好啊，本的经文咱总会晓背，讲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兄弟姊妹，请你把这个经节放伫你一生拢爱提醒。上好是你拄着烦恼的时阵啦，你拄着受气的时阵，你拄着人生低潮的时阵，你就把这个经节摕出来看。你要保守你的心，这样代志若无处理吼，你其他的努力拢加。啊，台语是讲，要尽力保守你的心啦，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伊毋若是讲一生的果效哦，伊是心是咱生命的根源。你的心若死，你的生命伫世间就无意义啊，对毋对？伊讲心死了，心死了什么意思？我世间原来要拍拼，拢加拍拼。我对人拢无阁有啥物期待啊！啊，人若死就是叫做心若死就是行尸走肉啊，有魂无体啊！啊，这拢是咱所要面对的。所以下面要互咱小可了解讲，原来我基督徒首要爱处理的就是这，就是爱拍破黑暗的关系。这黑暗的关系，我若无去对付甲处理，我只不过甲一般的人共款，都认真拍拼，但是有时拢枉费啦。亲像彼得安尼，规暝无闲，掠无一尾鱼。所以大圣咱来了解讲，撒旦是甚物？到底甚物叫做撒旦？这若无了解，咱拢可亲像毋知影对得伫倒位啦。一则圣经才真出名。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以赛亚14章12到15节，伊甲伊这段话咧讲起这个魔鬼安怎堕落。明亮的星，早起的囝，你是为何对天堕落？你这个光败列国的，是为何受斩倒伫地上？你的心内捌讲，我要升到天顶，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伫上帝正车以上。我要坐伫智慧的山顶，伫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甲至上的头顶。毋过，你要坠落伫阴间到坎坷中间极深的所在。这个是圣经中间吼，咱知影讲撒旦有听过，坠落的天使伫倒，是即个经节的处理啦。对即节以赛亚即个经节来了解讲，原来。这就是咱所讲的天使长坠落的经节的一种的出处，就对，伊出处吼。啊，那伫后壁面有咱的对天使的解释，迄是后来才会圣经的发展吼，无直接记伫内面啦。天使这个坠落的天使是后来才会话语，还是才会出名的。基督教的著作内底所描述的，这个路西佛 （Lucifer）， 这是叫做天使长，就是对这个经节所引用的。请会记得，这个天使长原来是天堂的敬拜团呢，伊是原来是咧阿罗上帝呢，但是这个阿罗上帝的可能是做团长啦，可能是阿罗上帝的一个队伍上杰出的，总是伊骄傲，伊讲要伫正车之上啦。啊，这个经文内底拢足侪我要安怎？这是路西佛这个天使长坠落的一个原因。所以伊会使讲就是天空属灵恶魔的掌权者，黑暗势力的代表，就是由伊来发动一切攻击就对。兄弟姊妹，请你会记得，咱伫生活上，不管你是基督徒以前，还是现在是基督徒，咱听太多啊！你想讲啊，咱信耶稣吼，我咧惊鬼啊，无咧惊啦。哦，你毋惊鬼，
有影咱社会咧看迄电影，迄鬼的电影，迄毋是真正鬼啦。正港的鬼是看袂到的，是即个黑暗的天使长所发动的攻击。所以咱有段时间因为即个社会影响吼，咱行到蒙阿埔路行，毋知有啥物鬼来甲我搅扰。到7月吼，鬼一大堆要来甲我讨这好兄弟，遐个拢是天使长发起的攻击。透过人的文化、风俗、偶像、人的软弱所带来的攻击，拢是背后的势力，就是即个天使长。所以咱毋通想讲我信耶稣，我都无咧插伊啊，毋是啦，你爱插哦，你爱面对、爱处理呢。咱定定听见足侪生活上吼，开喙合喙拢甲鬼有关的，你敢知影？妖鬼、垃圾鬼，哇，逐项拢鬼啦。其实哦，咱看见伊咧讲这吼，咱讲啊，这无事路的。其实有伊的原因呢，因为迄就是一种人的心灵所带来的束缚，用鬼来代表，敢毋是？毋是具体的鬼啦，什么僵尸的电影啦，什么鬼咧甲你搅扰，迄拢毋是咱爱惊的啦。咱无定讲人比鬼较歹，有无？迄款物件毋是你咧惊的，是因为即款真正所讲的安尼。下狗鬼啦，白贼鬼啦，什么鬼啦，爱食鬼啦，这款鬼内面所代表的心灵的软弱。咱讲有钱使鬼的话无，就是你原来这个代志是假的，你用钱去舞一个，有法度互迄代志变做真的，变做假的，假的变做真的。既然生活上咱充满着这款的话语，毋过咱无去细致讲。这个代志是要怎对付？有时甲当作是一个讲粗话，还是讲气话，安尼那定真可笑。这是咱基督徒，若要讲是咱有这特权，有气力通去处理的。你若处理会行，处理会对，你就是赢过一般世间人，你较大的恩典甲祝福。所以咱。要小可来等于来做像一个清单啦，一张清单，要来检查讲到底好亲像一只机器吼，咱若去修理车吼，咱这个车的厂商会甲你讲这个有健康，这个有好，这个空气啦、冷气啦、烟瘾啦、油路啦，拢甲点点甲你搞，这拢无代志，几项有代志，你要修理无安尼？咱基督徒真正都要去注意到这个事，因为这是咱赢过这个世间上重要的气力。但咱拄仔咧解释这个魔鬼，佫有几项，头一个伊是，佫第二个伊是上帝敌对者。伊专门甲上帝对敌的就对啦，因为伊想要赢上帝，互上帝甲拍落去啊，拍落去伫陷坑内底，伊都不服就对啦。对上帝不服，因为伊是一个灵的存在，所以呢，伊毋是上帝甲拍死就死硬硬伫遐，伊是要作怪就对啦。这是骄傲的天使呢。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讲，伊是地堂主，高悬家己。赢过一切胜过上帝，甲一切受人的敬拜，甚至坐伫上帝殿里，自称是上帝。第三，伊是拄仔咱讲过黑暗灵界的掌权者，拄则咱已经读过，伊有所书6章12节，伊是即款的掌权者，伊发动一切攻击就对啦。我记得咱捌听过，进前有一个民俗的专家这个叶牧师伊所讲的，伊讲咱拜这偶像吼，表面写的像拢袂叮当。咱讲迄无事咯，迄甲单调嘛不要紧，重要毋是迄仙啦，迄仙后壁面的规律。所以照着什么神明，甲你合作，叫你做啥做啥。而且佫有一寡迄个神通，互你看哦，迄拢是后壁即个魔鬼的规律在做。所以是安那，东方的人拜即个神明，西方的人拜什么款的像，无共人啊。因为你拜讲我有城，法老王所传的遐术士嘛，有法度人变神者，你敢知？这拢是黑暗势力
所以咱既然看见讲，伊是对落的天使，伊是上帝的敌对者，伊是黑暗的掌权者，伊是所有邪灵所有邪灵的这个领袖啦，所有邪灵领袖，咱就通知影讲，原来咱的对敌是这。当你知影对敌是甚物，亲像好势，你就知影要安怎对付。但是咱今日时间无够，咱只敢咧讲几项，讲若是对着黑暗的势力所带来影响有这几项，咱都要千万爱细致。魔鬼借着什么款的管道来进入、来操控咱的生命，这是咱需要知影。若毋知，你就毋知影对敌伫倒位，咱要安怎对付咧？约翰福音10章10节是咱出名的圣经，就讲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贼是什么意思？毋是普通的贼啊，传孔门的贼啊，是魔鬼的势力要伫咱的生命中来偷掠、要杀、要毁灭的。所以，伫咱这清单的内面，兄弟姊妹，咱来看卖。这物件是毋是伫咱的生活中，咱拢面对会到的、拄会到的？第一个是叫做习惯性的罪啦。什么叫做习惯性的罪？因为所书4章22节讲，你爱脱去你从前行为顶面的旧的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所渐渐变歹的，所渐渐变歹。咱知影讲人是安尼会食薰、会啉酒、会去接触毒品。会互网络成瘾，会有真多咱感觉无好的，毋过你就一个足大的吸引力，甲你诱去，到尾你陷伫迄内面。原来这个习惯性的罪，就是魔鬼的势力。现在咱真烦恼，新的一代的囡仔，因伫网络顶面所带来的影响，台湾的迄个。毒品的危害嘛，非常的大。习惯性的罪，这是魔鬼势力所带来。第二，心灵的伤痕也是毒根呐，心灵的伤痕也是毒根。这段经节咱家己来看，牧师要解释伊的意思。迄就亲像一个心灵的癌症同款，比如讲，你。持续性的愤怒、持续性的怨妒、骄傲，也是猜疑。看那安慰、看那鼓励拢无效，因为心已经着迄个癌症啊！你敢知？所以怨妒、怨切一世人活伫迄个埋怨的中间，这就是其中所带来魔鬼的亏力，同款怨恨的心啦。怨恨的心，你无愿意饶恕别人，你好亲像用怨恨别人来消化你的怒气，无想讲你就是受束缚伫内底。因为你若够怨恨人迄是魔鬼上爱，伊就甲你讲，伊偌歹啦，你茫轻动，茫轻松就放伊煞，毋放伊煞，伊就甲你鼓励，叫你都要安尼。所以，家己甲家己的亲人上容易发生这个恩怨。兄弟姊妹，你想看嘛咧？目睭刻点看嘛咧？看偌侪恩怨，拢是甲你的亲人有关系。外口人甲你都无啥物关系，除非讲你做生意有什么冲突啊，拢嘛是咧甲你上亲近的人。上村啊恩怨就多嘛，因为互动多嘛。你常常了做讲这生成人生这个结透袂开啦。事实就是魔鬼雕工要甲你创治的，家内人叮叮塔塔嘛，互动遐尼多，哪会无恩怨呢？但是魔鬼就叫你爱恩怨，所以安怎饶恕？若无靠圣神，无够力啊！若有咱老早就处理了，敢毋是？好解嘛会好解一啊！互相来背回就好啊！这拢是魔鬼的亏力。第四项。怨恨、扣恨，心内有忧愁，慢慢会变做什么？会变做忧郁消沉。
因为你无底透，会变做全规个心怎缩起来。伫列王记顶上卷19章4节讲起着以利亚，伊行去到伫旷野一个罗定树骹坐伫遐吼。这以利亚原来是拍赢这巴力个先知呢，应该是足风光个英雄呢，无拍算吼。伊规个人怎扯落去就对啦，规个人怎无失志去啊？家己一个走去旷野罗定树骹要求死呢？伊讲耶和华啊，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赢过我的列祖。是安那一个原来是赢的人，煞变做输了了咧？伊的心已经受拍，因为亚西别化声要甲拍互死安尼，要报冤仇。这拢是咱人上会拄着的。兄弟姊妹，这清单，你有发现讲，这个物件甲我足近，敢毋是？搁一项是无正常的分结，无正常分结，上基本的是咧讲夫妻的关系，甲遐无正常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但是有的人有迄款无正常的关系，遐无正常的关系，佫较延伸去，溺爱嘛是种的无正常的关系。有诶是大人看见家己诶囝已经娶某啊，伊嘛是搁要入去房间甲伊看背就对啦。看起来好像就我疼阮囝敢毋对，迄就是叫做无正常诶分结。有时是疼囝疼到已经拢超过啊！你无互一个训练诶机会，无一个操练诶机会，逐项拢做做了，咱家称呼叫做直升机父母，这嘛是一种诶，即个歹诶攻击哦。咱掠出讲迄拢足正常诶吼。搁咱有时看见伫咱诶生活上，咱对伫遮诶事顶面，咱无法度通行出来。好像有靠什么款诶关系，咱才会斗阵，别人拢无趣味安尼。这拢是包括你诶掌控欲拢是啦。好像你若无听我诶话，就拢袂欢喜、袂快乐。对囝儿诶要求也是安尼。这拢是即个无正常诶分结。哥林多前书6章16节讲，兼毋知甲长期联合诶，就是甲面将这一体。所以主讲，两人爱将这一体是甲迄个正常诶关系。第6项，咱一人拢拄有着，也是讲咱还未信主以前所拄着诶。出来记记20章30到50节，上帝讲，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这经节咱拢真熟，咱就跳过吼。第7项是叫做家族性的咒诅，家族性的咒诅，因为这个家族性的咒诅，伫20章5节讲的讲，毋通跪拜遐个偶像，也毋通侍奉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气邪的上帝，恨我的，我要追讨伊的罪，对爸到囝，直到3、4代。那可能咱毋知影讲，咱的先辈伊有捌做过甚物错误，对啊毋对？但是因所做的遐个事会影响你。有时咱看见讲奇怪，是安那？是大人有迄个啉酒的习惯，奇怪囝儿孙有时拢会钓着。爱跋筊，奇怪囝孙也会可能有迄个家庭暴力，嘛拢有影响。种奇怪，有的是囝儿看见是大人安尼伊讲我一生绝对无要安尼。无想讲，伊当伊结婚了后，又搁陷落伫迄个情景，因迄毋是伊家己意志上无爱啦，是心内的罪所发起的。这个家族性的咒诅，常常咱伫教会有一款属灵的异地的中间，会做一款的头棒，迄都要经过一段真重要、慎重的过程。过来是习惯性的论断甲批评，习惯性的论断甲批评，兄弟姊妹，咱常常容易讲人的是非，常常论断别人，感觉别人是歹。咱的教会是一个疼的团体，但是咱拢无法度去避免，咱兄弟姊妹互相斗阵的中间，有时点误会，有时一点做了无好势，互你无欢喜，咱常会听见论断，讲这个人爱臭嘴啦，爱臭枪啦，这个人袂晓搁要假咬啦，安怎？逐项拢会对你的嘴讲出来，是安那安尼？你也想讲，迄毋是你的本意呢？迄是邪灵咧作怪，会叫你来破坏
即个群体、即个家庭。所以常常咱家己无去检讨家己的不足，咱用批评别人来代表家己是对，这就是咱生活上和即个黑暗的势力所掌管的。咱也做讲即个生活上自然的，会小怨妒，会讲人的歹话，即种自然的。你想讲即个小事就大家安尼，日子难过还是要过安尼俩。唔知影讲原来伊的亏力是对遮来，所以咱敢毋是爱更较重视呢？最后一项就是内在的誓言啦。内在誓言咱可能听较无清楚吼，就咒诅的一种。但是常常毋是对别人咒诅，是家己咧咒詛。伊讲，若是有人嘴里无实发誓，要行歹，要行好，无论人伫什么身份来无实来发誓，伊却毋知，伊一个知就知影，这其中一件事有罪啊！这个内在的誓言，大概伫生活上会拄到什么款呢？就是讲家己对家己的咒诅，咱才话语是带来亏力的。咱影响到咱的生活的突破。比如讲，足侪人讲我绝对唔安怎啦，我若安怎啦，互你走啦，安尼迄种的话。我若骗你我出去我车甲压着啦，安尼。哇，即款的话拢常常即内在誓言。事实咱都毋是想要安尼嘛，但是谁人咧用即款话来对付家己咧，且话语带来的誓言，就是常常真做咱生活拄着艰难的困境的中间。兄弟姊妹，今日咱用这个话，甲咱学习，就是讲，这个魔鬼的亏力影响到咱生活的巨细靡每一个层次啦。兄弟姊妹，你感觉这敢无重要吗？你敢毋免处理吗？除非讲我都醉生梦死啦，我都一般的人同款啦。世间人会拄着，我嘛拄会着啦。得过且过啦。你若是要超越这个，你都爱对付家己，你爱靠信心来开力。兄弟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伫后礼拜，咱才甲后壁段，咱要安怎来对付？即个一个技巧甲一个信仰，伫遮来学习。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任性。